好啦，咁咧又講下清拆嘅嘢啦。咁啊，我哋有時候咧做清拆啦，咁啲地盤咧未必要打地下嘅，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呢個單位咁樣啦。嘢咧打走晒牆身之後啦，咁我哋會再落去嘅。好啦，咁咧經過一輪嘅努力打拆之後咧，都唔知辛唔辛苦啦，都少辛苦啦嚇。咁咧就將呢個位咧界咗出嚟啦。咁咧到時呢個位咧，填翻個空間嗰邊。基本上打拆啦，我哋要留意後邊後面有冇喉管啦。咁如果有喉管都要小心啦。咁如果有水嘅更加要留意啦。咁啊要界好晒啲面嗰啲位置之後，先好一路向下，一路由上而下咁打落去。咁就會穩陣啲，避免地打界爛嘢或者打花其他嘢咧，就最好做多少少保護。不過因為我呢個位咧就有嘢遮，就唔界到就 O K 嘅，都可以。咁但係最好如果可以喺度遮翻中心板就會好啲。好嘛，係咁。Hello， 大家好啊，又係我安迪啊。咁咧，其實最近啦，啲工程都比較多啦，對我嚟講啦，可能對於嚟講其他少啦。一路都會繼續拍緊啲裝修嘅過程片俾大家啦。咁其實都想盡量分享多啲俾大家聽，就係裝修嘅過程中啦。咁有啲咩需要留意啊，或者有啲乜嘢你哋係應該要理解嘅。因為我發覺咧，原來好多時客咧，即係客戶方啦，佢哋做緊裝修嘅時候，佢就其實唔知道師傅其實做緊乜嘢。我變咗我角色就一路要去解釋俾客聽啊。其實我哋而家呢刻做緊啲乜嘢啊？嚟緊我哋要做啲乜嘢啊？咩需要配合啊？咁樣啦。所以就希望透過呢個過程啦，咁可以分享俾大家睇，就係話究竟一間裝修公司、一設計公司做嘅過程中，究竟其實客戶需要知啲乜嘢咧？咁樣最近亦都有唔少嘅爛尾 case 揾我啦，咁所以都會同大家去講下，即係關於爛尾嘅。始終我呢個頻道黑裝修有個單位爛咗尾啦，咁其實佢做個過程、做個步驟，有啲乜嘢結果會發生呢？或者係喺現有嘅制度下，或者我哋作為小市民啦，如果我哋揾間裝修公司真係不幸遇上爛尾嘅話，咁其實我哋應該係邊一個 stage，我哋就應該要即時斬纜，或者係點樣可以保障到自己呢？咁往後嘅我之後嗰條片就會同大家去講啦。咁另外就想同大家講下關於長者維修呢一樣嘢啦，因為長者維修呢個資助計劃就已經行咗好多年㗎啦。呢個係一個裝修陷阱呢，即其實本意係好嘅，但係奈何地佢裏面有一啲系統嘅問題，令到好多有心嘅人士就借用咗呢一樣嘢嚟威脅一啲業主去燒錢做裝修。其實大家唔係好理解長者維修嗰個資助計劃嘅內容嘅時候咧，你貿然申請咧，其實對申請者係一個災難嚟嘅，將會係因為我哋最近有個單位都係申請長者維修基金去幫佢完成啦，自己去第一身啦去分享俾大家聽，其實點樣去申請長者維修，同埋點申請去為之合格，點樣為之唔合格嘅情況會出現呢？即係呢度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實咧，你見好多一啲鋁窗公司啊，或者一啲最主要係啲鋁窗或者門窗公司話幫你申請長者維修咧，其實好多時都申請唔到，因為長者維修基金裏面其中最主要都係包括一啲適意設施啦，一啲叫做對人體有一個影響，或者佢對佢健康有一個影響性嘅。咁呢類型嘅嘢咧，反而會容易申請到長者維修基金嗰個資助。
但係你話換門啊、換窗啊、換水喉啊呢啲，其實未必咁容易申請到。就算俾你申請到，都係一個好細嘅數目，唔係一個大數目。所以千萬千祈唔好話啊，見一啲鋪頭大隻字門口寫住哦，我哋有幫呢個長者申請呢個長者維修基金啊。然之後咧，其實你見佢報價內容咧，一大抽嘢喺裡面咧，你又要完成晒嗰張報價單裡面嘅內容，你先可以攞到政府嗰筆資助。同時間你又要使一大嚿錢去全屋裝修，咁就好似本末倒置咗件事咁樣咯。之後都會出多條片，就係講關於長者維修基金呢個，其實點可以防範到唔自己又可以攞到嗰個即係申請到個資助之餘，又唔會話俾啲公司呃咧咁樣。其實而家好多啲長者啊，因為尤其是大廈維修啦。啲樓齡比較舊嘅單位啊，或者係一啲當年冇維修冇裝修過嘅單位啦，佢揾人裝修嘅時候，其實你哋要知道嗰個有啲乜嘢你哋可以申請到，有啲咩申請唔到，有啲乜嘢你需要留意，或者有啲乜嘢你係要小心嘅，即係唔好話啊！我見嗰個裝修拍片好好，咁你又或者係佢。可能啲 IG 啊，或者係啲廣告做得好漂亮，咁你就揾佢做。咁好多時因為俾相你睇嗰啲，可能啲相都唔係佢嘅時候，咁你咪變咗有機會會喺呢啲位置上高中招咯。我哋最近訪問嗰單 case，其實個過程都係差唔多，即係都係因為話啊可能睇佢啲相啊，作品好似幾好咁樣，但係原來佢做唔到，或者跟住佢就爛米劈低咁樣，即係。希望大家可以睇呢片嘅時候理解下究竟裝修有啲乜嘢，你哋真係其實要留意，因為始終幾廿萬嘅金額啦，即係我冇話平嗰啲啦，平嗰啲十幾萬嗰啲，有啲人而家我哋成日都講話，有啲人同我哋講話，我輸見人哋5萬蚊做，我10萬蚊做，我覺得自己好似有啲戇居。如果你揾嗰間平，但係又做得唔好，但係當然啦，你即係有啲人會話啦，喂咁。做得貴都可以做得唔好嘅啫，係都有。我啱啱出嗰條街嗰個訪問就係咁樣，40幾萬、49萬幾全屋，結果換嚟而家一塌糊塗嘅裝修啦嚇。所以點解要去篩選一啲好嘅裝修公司，就係未來我哋裝修業界嘅方向。真係唔可以講話咩人情啊，即係任何公司啊都有錯啊，不止一次我都講過啦。其實我哋做裝修唔好話唔錯得嘅，你就算你錯都好，你都要處理翻。你唔係擺低劈屎或者留低啲手尾俾下家師傅去做噶嘛。而家我哋見好多時啲裝修公司就係有呢啲咁嘅問題出現，咁導致到最後一切嘅問題都係由翻個客去承受，咁就令到嗰個啲人就寧願話咁我哋既然我都做得差啦，就不如揾大陸公司做啦。即係呢個問題點造成就係因為咁樣咯。所以當大家理解而家嘅事，就係好親身感受到，即係香港嘅經濟生意已經真係差咗好多，基本連賣料嘅鋪頭都開始執笠，係講緊賣料啫喎。我唔係講緊做嘅裝修公司，而係講緊一啲賣料嘅鋪頭都要結業啦。咁你可想而知，其實有幾大影響，而大地盤都唔同你訂料啦。啲買料公司可能你大地盤同佢一年可能落過百萬或者過千萬嘅料訂嘅，哇！你而家冇喎，一嘢截咗個源頭。大公司都要縮水，何況細公司？其實細公司而家未遇到問題，只係因為嗰個浪未打到埋去嗰個位置。但係都深信呢樣嘢都不遠，因為我最近都好切地嘅感受到一啲即係裝修平價嘅單已經係流向咗內地公司度㗎啦，同埋再加上而家嘅裝修時間啦，已經係得返好短時間，可能得2個月或者3個月時間，然之後就要交3倍租，變咗一啲真係需要時間做嘅裝修咧，就做唔到呢類型嘅單位咯。咁除非你話我真係裝修公司，我純師傅跑落去嘅咁。就有機會咯，即係你要足夠人手同埋你要有咁樣嘅資源配合啦，當然就要。所以一般好似我呢類咁樣嘅細公司仔啦，就真係做唔到呢類型嘅單位嘅，係啊，即係只能夠講句望門興嘆啦咁樣。亦都因為我哋而家嗰個業界已經係
即係個裝修已經越嚟越簡化咗，好多嘢都唔需要再大搞。例如大家成日都聽到而家以往都可能會整下廚房、整下廁所，而家話廚廁我都唔拆啦，用得就算。地下我哋都係唔搞啊，地下可能鋪石塑地板或者鋪啲簡單6x6磚就 O K 噶啦。變咗即係好多嘢已經簡化咗流程，令到喺香港個生意市場越嚟越縮細啊，最終可能都會慢慢淘汰晒一大堆嘅公司，即係好與唔好都會淘汰晒。呢個先係最大嘅隱憂。我自己都覺得呢1-2年內應該會更多嘅裝修公司或者設計公司會喺呢個洪流下會被捲走。咁所以只能夠講做好自己嘅工作，做好自己嘅監督嗰個理念同埋初心啦。唔好話因為冇單鋌而走險做啲快單啊，或者係做差咗個品質，即係呢樣嘢就我自己都會同自己講，我最唔想見到嘅情況咯。其實最主要都係想俾大家知啦，其實有時候都冇辦法一定要落手噶啦，做設計師又好，做師傅都好，就一定需要落手嘅。有好多同學同我講啦，喂，其實你作為設計師做乜要落手啫？你俾錢人哋做咪得咯，係咪？咁但係有時候即係改變趕不上預期啦，所以要落手都冇辦法。但係最主要都係想話俾大家聽，其實有啲嘢唔係複雜嘅，咁最緊要夾同埋有個計劃去做嗰樣嘢咯。呢度就係我嗰個分享啦。另外啦，都想同大家分享下一個消息啦，就係我哋終於成立咗一個叫裝修監察協會啦。全名應該係香港裝修監察協會，係啦。我哋亦都將會去招收會員啦。如果你哋有興趣，又或者係想知道多啲日後，即係如果你話我想了解多啲裝修嘅嘢咧，咁可以加入我哋呢個協會做一個普通會員啦。我哋會搞好多活動啦，包括一啲講座啊，或者一啲裝修分享啦，包括我去講啦，或者有一啲業界嘅師傅或者業界嘅專業人士啦，去分享俾大家聽。如果你做裝修有啲咩需要留意啦，或者係一啲裝修嘅點滴分享啦，我哋都會搞呢啲類型活動嘅。我哋都而家正籌備緊一本裝修嘅指引啦，俾大家去睇。呢本指引咧係攞嚟做乜嘢咧？暫時賣關子，但係咧係對大家真係有幫助嘅。我可以講，因為咧呢一本書由好多唔同行內嘅師傅一齊去寫。如果對我哋呢個協會想支持下嘅話咧，就加入做會員啦。好啦，講到呢度，記得大家去幫手 like 下同埋 subscribe 我個 YouTube 啦。我會再有啲新嘅消息嘅時候，就會再同大家分享噶啦。係咁，拜拜。